思念裏的白羊女孩，作者米奧。流浪女孩。你係邊位？好地地一個男人，講嘢好似阿伯咁，我唔使理你，你都唔好理我。北京沙塵暴過去，漫天泥黃色終於變返乾淨嘅藍色。春天開始，掛滿綠葉嘅樹上面開住粉紅色嘅花。我沿住長安大街由東向西行，一路感受首都嗰種煥然一新嘅氣息。由玻璃鋼筋扭埋一齊嘅宏偉建築物，後面係一排排磚頭泥沙砌成嘅胡同小屋。兩個小朋友喺大街嘅紅磚地上面踢波，一個金頭髮嘅外國年青人踩住滾軸鞋，瀟灑咁同我擦身而過。呢啲都係夾雜住異地風情嘅古都特色。轉向南行，天壇。祈年殿壇尖直指天空，氣勢嚇人。傳說呢度係天子同天溝通嘅地方，但我反而有興趣嚟揾釘。聽講起呢座殿嘅時候，一粒釘都冇用過，全部係用入榫嘅方法。斗拱層層互扣，撐起成座巨型建築物。行入殿裏面，雕欄玉砌猶在，金碧輝煌未改，但係吸引我嘅竟然係右邊一個定格嘅畫面，一個女仔靠喺一條柱旁邊，抱住膝頭，抬起頭望住殿頂嗰啲花碌碌嘅彩繪，好似望緊無窮無盡嘅宇宙咁。半個鐘之後，我返去同一個位，個女仔仲喺度，姿勢冇變過，係咪一座雕像嚟嘅呢？我忍唔住走過去證實。你好，我細細聲問好。女孩子轉頭過嚟，打量咗我一下，然後用廣東話好有禮貌咁回應：你好。冇聽到機器齒輪轉動嘅喳喳聲，係真人。而且我諗呢個世界上冇機械人嘅面孔可以做到咁精細、咁動人。女孩子有一對深鉅嘅眼睛，眼珠黑白分明，好似大理石咁，眼睫毛又曲又長。挺直鼻梁下面係略厚嘅嘴唇，嘴角微微上翹，透露出骨子裏堅強同唔認輸嘅性格。佢一身袖布、恤衫同牛仔褲，打扮輕鬆舒服，粗布背囊就咁擺喺一邊，望落似足一個老練嘅旅行家。我喺佢隔離坐低，學佢咁抬頭望住殿頂。一個人嚟旅行？我問。一向都係一個人，行動方便啲，時間控制又自由啲。我哋就咁傾起上嚟，個女仔好健談，由童年瑣事到感情糾纏，再到家庭衝突，冇嘢唔講。佢就好似一直等緊我呢個聆聽者咁，而家遇上咗，話匣子一開就收唔到聲。嗰年我要上長城，守城嘅人要收費，我堅持長城係人民財產，唔肯俾，結果都係唔得。於是我把心一橫，捐入叢林裏面，終於揾到萬江女哭崩長城嘅缺口，偷偷爬上去，仲有個同志幫我影咗張勝利嘅相。嗰年我去遊周莊，為咗慳返旅費，喺上海投靠朋友。朋友嘅朋友嘅朋友有一間裝修緊嘅石屋，肯借俾我住。點知一打開大門，裏面亂同污糟到不得了，成間屋得返幾寸地方企到人。結果周莊嘅石橋水道冇印象，反而間屋又凍又硬嘅石地板，我到而家都仲記得。嗰年我流落美國，唔肯投靠個好煩嘅阿姨，一個人走出嚟，跟住一班啱啱喺 party 認識嘅當地後生仔，揸車穿州過省。1個禮拜之後，返到阿姨門口，佢攬住我喊咗好耐，我只係問佢拎咗啲錢就搭飛機返香港。另外仲有東歐、南非、西藏、北海道，地點唔算冷門，但處處驚險歷奇。仲要自己製造危機，但佢講得淡然，
好似講緊人哋嘅故事咁。我聽到心驚膽跳，佢係一個孤獨星球上嘅行者。我覺得佢需要一啲提醒。一個人喺外面唔怕危險咩？周圍去，朋友會擔心，父母喺屋企會瞓唔着。女孩子望住我，隔咗一陣先至講：你係邊位？好地地一個男人，講嘢好似阿伯咁，我唔使理你，你都唔好理我。我知我唔係嗰個正確嘅人，瞓喺石屎地上，我會周身骨痛；捐叢林，我會驚蜘蛛網；爬長城，我會跌到粉身碎骨。原來需要人照顧、需要人擔心嘅係我先啱。我重新調整我嘅軌道，告別流浪女孩。我喺回音壁一邊輕輕講咗一聲再見，唔期望另一邊有人聽到。太陽落山，大街被染成橙黃色。一隊綠衣軍人從城門中步出，人群逼喺馬路兩邊，爭住睇每日都會上演嘅降旗禮。我靜靜咁喺人潮裏面慢慢行，殿裏面嘅情景逐漸淡去。